2018年嘅 Alphard 呢架呢就啱啱係 D4 engine。咁 D4 engine呢就係直接燃油噴注啦，比舊款嘅即係普通版嘅 V6呢就更加慳油。呢架嚟講呢，米色內籠，白色車身，呢個配搭呢就好大路啦，有企理，望落去呢又比較高貴一啲。因為有時呢深色車呢就好難打理嘅，白色反而呢又襟身啲，少少污糟呢都唔係好覺，清水洗下好靚噶啦。中凳啦，中凳又最實用噶啦，中間有條走廊，行緊車嘅時間呢都可以去後邊攞下嘢啊，或者後邊有小朋友可以照顧下。總之中凳就最多人揀，最實際噶啦。反而大凳呢，有啲人就專登又唔買大凳，就買中凳嘅。雙天窗，有個氣氛燈，呢啲基本嘢啦。而家試一試個尾電冚。尾電冚呢，好多客就問點解我手掹嘅就唔會自動升起嘅呢？咁樣，因為呢個安全設計嚟嘅豐田，因為度門大啊，你個人企喺度嘅時間呢，再加上佢你喺後邊掹嗰陣佢自動開呢，你就實撞親個下巴啦。如果你想自動開呢，個操作就要喺車裏邊撳掣啦，或者用啲鎖匙撳掣。閂嚟講咧，撳掣就閂啦。你撳呢個掣就閂啦。或者喺裏邊撳又閂啦。呢個功能好多人都中意啊，尤其是你過關嗰陣時咧，司機就唔使落地。撳掣閂啦。雙電趟遙控啦。Alphard 嚟講呢，就行車就比其他7座位就穩定。轉彎呢冇咁啷嘅，最穩定係呢隻。2018年。好，開下個頭冚睇睇先。18年呢，就啱啱係 D4 engine。好，開嚟睇睇。D4 engine 慳油啲㗎。正所謂路遙知馬力。你用落一排呢，慳埋嗰條數呢，就好多㗎啦。2018年嘅 Alphard 3.5中凳 D4 engine 最熱門嘅7座位，行車最穩定。片尾呢有我嘅聯絡方法，有興趣嘅呢可以直接揾我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